IB 課程同傳統課程，我應該揀乜嘢課程俾子女修讀先至最好？相信呢條問題困擾住唔少家長，擔憂係非常合理嘅，因為呢個選擇對子女將來嘅學習同發展都非常大影響。但其實呢條問題從一開始就唔準確，學制沒有最好，只有最適合。要判斷邊個課程比較適合，需要從兩大方向入手。第一係子女嘅個性同興趣，第二係將來嘅升學計劃。子女嘅個性同興趣絕對係首要考慮因素。如果佢哋喺學習上足夠主動同自律，喜歡鑽研事物，對國際議題充滿好奇，口語表達及寫作能力較佳，做事有條理，又善於安排時間的話，會較適合修讀 IB 課程。相反，或會較適合修讀傳統課程。因為 IB 課程重視學科嘅平衡性，文理兼備，而且 IBDP 學生除咗修讀學科應付公開試之外，仲要兼顧研究及論文寫作，亦都要參與指定時數嘅社會活動，每日都需要投入大量時間，可謂獨立地完成各項任務。IB 課程嘅學習範圍更廣，學生需要接觸唔同嘅知識領域，因此學習難度整體而言相對比較高。另外，家長需要將眼光放遠，諗一諗子女將來嘅升學路徑。如果想子女到海外升學，IB 課程較為合適；如果想子女留港升學，傳統課程就較為理想啦。IB 課程喺國際間嘅認受性高，全球超過100個國家或地區嘅5000間大學都會承認 IB 成績作招生時嘅參考，包括英國、美國、加拿大等熱門留學地點嘅大學。其中包括好多著名大學，例如劍橋大學、牛津大學、倫敦帝國學院等。學生亦可憑 IB 成績經 non-JUPAS 途徑報讀香港本地大學，只不過本地大學每年嘅 non-JUPAS 學額較浮動，要視乎該年整體學生水平而定。以傳統課程成績經 JUPAS 報讀本地大學會係比較直接嘅升學路徑，各學系收生分數線同取錄人數亦較明朗同公開，比較容易掌握。除此之外，學費亦係一個考量因素。一般嚟講，提供 IB 課程嘅學校學費較為昂貴，家長們可以好好計計數。隨住 IB 課程喺香港乃至全球越發受歡迎，大家對教材同支援學材嘅需求亦越嚟越高。牛津大學出版社作為英國牛津大學嘅出版部門，自然會盡力回應各方教育需求，提供高質素學材。因此，牛津大學出版社已推出 Oxford Resources for IB。當中包括各科目 course books 同埋 study guides， 內容緊貼最新課程大綱，編排清晰，重點一目了然，係 IB 學生必備好幫手。該系列甚至連支援 Theory of Knowledge 同 Extended Essay 嘅學材都一應俱全，真正全方位照顧 IB 學生嘅需要。歡迎到牛津網店選購。如果你喺牛津網店揾唔到想要嘅 IB 學材，歡迎電郵至 webmaster.hk@oup.com 同我哋聯絡。